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你知影咱台湾外销的水果，都一种上受欢迎无？都是屏东的金萱王来，因为真香、真甜、真好食，外国人真爱食，尤其是中国甲日本销上多。最近3年，外销的第1名拢是金萱王来，所以农委会特别辅导屏东产地农民甲外销业者。 配合着产期，为2月就开始来外销，到目前已经突破到7万吨，比去年同期是增加230%。一箱一箱的金萱王来放流会柜车举行封柜仪式，代表庆祝王来外销冲破1万吨的好成绩，甲去年同期3658吨比起来，增加230%。包括农粮署署长甲农委会主委，拢向农民宣布好消息。这样的一个外销的数量的持续出口，会对国内的凤梨价格的稳定上升非常有帮助。 对农民的收入非常有帮助。外销订单主要是来自日本甲中国。金萱王来为什么会特别受到喜爱？伊的果肉甜，汁果多，屏东的气候甲土质的生产出金萱王来特殊口感，甜度拢伫17以上。曾经有水果公司要请下王来快手到北京、上海超市工作，月薪16万的代票，佮加2万的奖金。 对华民众的喜爱，嘛，互金萱王来徛稳台湾水果王国的第一。农委会嘛辅导成立外销平台，互王来产销有稳定的供应链，建立外销水果三级品质管理制度，确保品质的安全。